上。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是来到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过5关表奖金上济35000，互你砸登去哦。35000，你砸登去哦。好，今来介绍咱2队来宾，阮这边先来，阮这边哦。叫做少年爱台湾，是安怎爱台湾嘞？因为就爱咱的节目，因是家己吼亲身安尼哦报名，你知影咱有千外队你等，你知哦？线上排队啦，千外队你等，起码你排队，嘿，因家己报名来的。啊，咱今日嘛甲配一个队长，好，咱的黄浩平。欢迎大家我是黄浩平啦吼，最近哦工课吼，较常来哦。是今日家己报名来，介绍一下，来介绍入去。吼，阮今仔拢是少年人吼，是我有一个队呼华姐，哦，要先画啦。来，好，来，请姐来。3、2、1。少年爱台湾，望恁到宣传。哦，一定爱宣传啦。因为我内底吼拢是有学生、有老师，大家拢用无共的方式伫咧爱台湾。是，一个自我介绍一下。好，来第一位爱台湾的。大家好，我是朱酸，我即马伫国校啊教册，我教台语啊，搁有自然。好，啊第2位咧。大家好，我是詹建和，传承台语绝对是无错。好，要传落去的是倒一位咧。是我啊，好，大家好，我是坤浩。平常时我上爱唱歌戏，本小生目睭吊丝睛。哎呦，安尼看起来，恁2个应该你嘛是歌戏的吼，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拢安尼想？我拄则嘛是安尼讲。是，好，啊，我转落去嘛是要传承的吗？这个大家好，我是来自鹿港的成优，鹿港成只母语见自尊这个由咱未来咱家孙。是，你是海口音嘛？嘿，鹿港腔啦。哦，鹿港腔啦。是，鹿港腔哦，爱甲讲台语嘛，上好听。我讲台语啦，对啦，你讲台语，阮宜兰人讲台语啦。阮台北人讲台语。其实我甲你讲，台语这个物件就是吼，唔管咱哪规省，拢共款。嘿，你有家乡音，咱就讲好家乡音。吼，啊，其实安尼讲起来吼，爱慢慢啊学，爱听起来就足水。是啦，老豆啊讲吼安尼。无唔对，今日希望恁甲奖金拢甲摕到登。加油哦！欢迎。再小咱隔壁队的，队长已经挡袂掉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对，因为我一定爱互伊讲。因为这队叫做台语心花开，心花若开，做人就飞雷。唔真啊！你讲我叫心花问伊是，你看到啥人的心花开对啊，看到你心花开，趁钱趁几堆。哎呦！体重一大堆对对，伊讲我有哪袂来？有哪袂来？袂来？哎，但是我进前迄20几年是咧行什么意思的？惊心色的，惊什么？行同人知啦。这走快乐的。哎，这种快乐，哎，你这个真难呢。对啊。你变这种快乐，大家吼是真困难的代志。对，无唔对。新队伍啦，队伍来队伍跟人不同款，对啊，系啊，会记哦。台语心花开，全家笑眯眯。看我的节目吼，听台语一定会笑眯眯的啦。这种哦，介绍一下，伊来报名的，好来。大家好，我是叶千如。千如，这届来参加这个比赛是我报名的，因为我自细汉就讲台语讲大汉，而且我参加足侪比赛拢有得奖，所以带阿嬷啊，搁有厝内人做伙来。大家好，我是苏玉亮，我是千玉的妈妈，嘿啊，真欢喜来参加这个节目，欢迎。妈妈的名迄2字嘛真特别，等下问一下老师。嘿，安那念，不要紧，咱即摆来问老师。老师，这安那念？这个名应该是叫做苏玉亮，还是苏玉亮吼？2种腔口拢有人讲。我甲你讲，阿嬷出声哦，阿嬷哦，听的台语是。咱台语嘿啊，上济咧是，来介绍阿嬷。谢谢。我是林秀花。秀花啊。秀花阿嬷。那讲对。啊，我家庭主妇啦。今年几岁？啊？阿嬷今年几岁？81岁。赞！你这真勇敢。81岁啊。安多亚讲一下，安多亚。伫台北。好，谢谢阿嬷。好，阿嬷的边啊咧。阿姨。大家好，我是阿姨苏红文。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伫厝内，那阮厝内底爸爸妈妈大家拢是讲台语，
啊，阮从细汉到大汉，就伫长老教会大汉，所以我嘛唱足侪台语的歌。哎呦，赞哦赞姓哦氏！的歌，耶稣囡仔水，哈囡仔歌哦，赞赞赞赞！哎，真好吼，看到安尼，会咱阁有青外的你报名。对啊对啊对啊！等一下好不好？马上就会甲恁安排来参加比赛啊！2年、2年、3年拢不要紧，拢10多等对啊。有机会，这无要做久久长长的。是啊。嘿，而且我嘛真正有功劳咧，阮老师嘛拢足厉害，爱甲介绍一下。今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是，今仔咱破声欢迎咱罗光成罗老师。大家好，我是罗光成，台语真心实，接讲恁就会有好成绩。对，一定爱接讲啦，咱就会有好的成绩啦。啊，若袂有好的成绩，咱就即马就爱开始来比赛啦。对啊对啊对啊！好，今日去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4字斗一字，主持人出题目，题目有4个字，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就会当得到分数。上尾啊，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嘿，4字斗一字，做伙大家来提，是要提啥？是要斗什么话咧？嘿，因为咱这回合吼，两边拢会使来讨论啦吼。啊，阮等一下讲出4个字，哎，顶悬迄字是啥物？恁若是唔知影，就会使互相参详，都做伙来提。嘿，啊，你若知影，紧写落来，就来试抢答啊，好不好？是，按写完得通啊试哦，吼，安尼知影意思哦。规矩哦，因为一人都无守规矩，你才甲抓出来。对，爱先写吼，免拖你有嘴听到吼？即马在甲你讲，就是你有听到哦，吼。好，来，我要出题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什么酒、什么麦、什么油、什么菜？哦，这是你请手答。拄则安尼无守规矩啊，无守规矩。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先让一个。阿妈伫遐，阿妈伫遐，阿妈有会，阿公嘛伫遐，阿公嘛伫遐。咱这有5题，你有看到阿公哦？阿伯啦，哎，囡仔人唔捌有耳无不要紧，咱有5题，咱免惊。来，来这边的目什么会咧？倒看麦。目油、目屎。所以你的答案是目。来问老师，安尼对唔对？分手，恭喜得到1分哦！该水哦，哈，来老师。那中之字吼，那斗目吼，你4个拢斗起来吼。目睭大家拢知影，咱要看物件就要看咱目睭嘛吼。啊，目油就是较高的目屎啦，啊是讲较受到刺激的时流出来迄种啊目睭内面流出来迄种物件叫做目油啦。啊，咱讲老人较会流目油啦。啊，目屎就是咱伤心的时，哦，咱咧悲伤的时会流目屎。是。哦，啊目白就是咱目睭顶面。这2撇啦。嘿，咱有2撮。目白啦吼，这是咧当咱若流汗的时吼，袂讲直接就流入去咱目睭内面，所以这拢有伊的功能伫咧。是啦，好，来第2题哦，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什么物、什么白、什么黑、什么胖咧？来。哦，这个真简单哦，来哦，紧来哦，来，哦，唱着啊，少年爱台湾。小黑、小胖、小白。好，来老师，安尼对唔对？好。好，来分数。爱台湾嘛，得到1分咯。来，咱来听老师解说。安尼讲叫俗米无好货，这咱大家拢有咧讲啦吼。如果物件像俗，可能就无好。啊，俗货大家拢想要买俗货，所以这有时有冲突啦吼。大家拢要买俗货，啊，但是俗米无好货。过来俗胖。这俗胖其实是对自己招来讲法啦吼，不过咱台语若写做这2字音都爱打，所以会当讲大家甲写做这2字哦。啊，原来伊是应该不是这2字，不过无要紧，咱写这2字音甲咱本来甲日本话招来迄个俗胖会下啦吼。过来俗味就是讲，嘿，吐司咱台语讲俗胖啦吼。啊，这个俗味就是讲，迄个有时物件。那卖了较久啊，啊，佫有剩一寡货底吼。俗啊卖。嘿，卖货头下货尾吼，啊货尾就俗啊卖掉，就是俗卖。老师问一下吼，俗的意思是不是便宜？对，伫遮就是
咱这个俗当然咱有无共款的用法啦吼。咱讲粗俗就是较无好的意思。不过咱若讲价钱价，咱嘛是讲俗，就讲较普遍的，大家较买得起的物件，咱讲是较俗。好，真好哦，1比1哦，来加油哦，要来哦。好，来上个车出题。请问，什么红、什么硬、什么散、什么低咧？哦，哎呦，真紧着啦！来，少年爱台湾。海散，海硬。哦，是唔是海咧？老师，安尼对不对？恭喜少年的得到第2分哦，加油哦！来，老师解释。哦，海翁哦，就是鲸鱼啦吼。咱台语改叫做海翁，像个海豚，咱台语就叫海猪吼，所以两个对面，即个讲看一海翁一海猪对吧吼？过来海产就是咱海内面抓来，即会当互咱食的，即海内面的成分，咱叫做海产。吼，海影就是风若头的时吼，海就有波浪，海咱台语叫做海影。好，谢谢老师。哦，真好真好。哦，愈来愈厉害啊！无你哪里休困啊？我唔是咧休困，我讲因拢无咧无什么伦理啦。哦，没有一阿嬷拢袂赴讲，因就拢用出来啊。哎呦，无啦，安尼咱有听到无？我是较冲啦。要唔讲，要等者阮扭一下，扭一下。免扭，免扭。咱即个少年的嘛是爱较。因为等者若是写袂出来，我就讲啊，阮扭安尼。我就卡安尼。有当初吼讲会到都爱做会到。是啊，你若无扭的时阵哦，这都算拍卡雷拍，阿嬷拍卡。阿嬷处理啊。哦，讲会到爱做会到。阿嬷。哎呀，好来，互阿嬷一了机会啦。好来，咱车出题。请问，什么白、什么出、什么台、什么人呢？紧下！哦，来哟！紧来哦！啊，中安那下，嘿。来，我你个偷看者，哎呦！你要等到他最后一撇，我们再压，这样才可以羞辱他。哦。恁的答案是戏台，来念一个来看卖，看有顺无？戏台、戏人、戏白、戏出。哦，啊，但是你要请红哥看一下你写的迄个。什么字啊？是。但是正确无爱问老师啦吼。因为这节目吼，无讲你一定爱写对啦。是。到一个行就对啊，因为伊也袂负气啦。无，因为大家紧张啦。我来讲，因为伊的字嘛唔对啦。哎，伊嘛是你人啦。哎，你知影？这节目安尼就公平啊，安尼公平。台语有一句话叫做“起来笑背”啊。去牙到笑背牙啦。其实既然拢差不多啊，咱就爱知影答唔到，是唔是戏咧？咱来问老师好无？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好，来分数。恭喜哦，得到第2分哦。两个都同款哦。咱来听老师解释。以前来咧看戏，都爱等迄个庙伫做戏的时，啊那一个庙内咧做戏，拢会先搭戏棚。戏棚。所以咱伫戏棚骹咧看戏，哦，迄叫做戏棚。啊，咱伫戏棚顶哦，咱嘛会使讲迄叫做戏台啦。戏台。就是讲伫台下顶咧表演哦，所以迄叫做戏台。啊，戏出就是讲咱表演的迄个戏剧吼，咱讲今仔日搬是啥物戏出？哦，这出穿啥物？哎，还是啥物看得出？吼，都一种戏出。啊，戏人就是咧讲啊，看到大部分拢是讲查甫人，看到查某人啊，感觉伊袂歹，啊，对伊有兴趣，啊，可能在甲讲笑啊，啥，讲在甲戏人啊。哎，最后一个啊，阿嬷加油哦！哈，最后一个啊，少年呢？唱到就是5000哦。5000哦，嘿，咱差起你啊！好，来，咱车出题。请问，什么力、什么步、什么正、什么人呢？哦，来，你嘛就过紧啊！哦，新力，啊，过来，是真新正。老师，安尼对不对？上刺激的4字斗1字，到底倒一队会赢呢？你嘛就过紧啊！哦，那就紧哈。哦，来，咱请红哥念一遍来。红哥来。新正、新人、新妇、新日。来，我要听阿嬷念一个。来，阿嬷。新力，新力。啊，过来。是真新正。新人，新妇啦，对，新的妇啦。嘿，你的答案是新哦。好，来，咱来问老师哦。老师，安尼对不对？哦，恭喜哦，得到第3分哦。
因车指示是正确的啦吼。是。不过因拄则咧念的时候，可能伤紧张啦，伊拢无讲真正确啦。甲伊念共款，因为因念无法无共款。唔是啦，恁有的一寡物件不要讲啦吼。这个新历，这个大家讲对啦吼。这咱日子有分旧历甲新历啦吼。咱过去用的是旧历，啊，咱即马改新历啦吼，就是讲咱即马咧讲的，今仔日当时一般拢讲新历较济啦吼。这就是咱的这个日子吼。过来新正才对啦。新正。啊，拄则咧讲的是拢讲唔对嘅，新正就是咱旧历的过年，咱叫做新正啦。旧历的新年，咱叫做新正。哦，就讲新正年头。新正啊。哎，还有做新正，迄个字啊正，像华语迄个字嘛，两个音嘛。正月嘛，哦，你是叫做正月嘛，对吧？哈，过来新郎，哦，做来讲一个拄开始上舞台开始表演的人，讲新郎，还是讲公司拄新来，迄个讲这是个新郎。哦，还是拄啊结婚的，好多新郎。结婚的嘛是会使讲新郎啦。对对对。哦，啊，过来新妇就是拄嫁来一个家庭的迄个少年的查某人，迄个叫做新妇啦。新妇啦。哎，新的查某人。就是拄入来这个家庭的新查某人，咱叫做新妇。新妇。哦，啊，这个字，伊是妇，咱叫做白话音啦，伊的本土音叫做妇啦吼，咱讲妇女嘛吼。但是咱白话音叫做妇，所以咱讲新妇。好，谢谢老师。哎，记哩哦，以后看到新妇，唔当写迄个新，爱写这个新，新妇的新，吼。是。好，来，咱看一下分数。是。来看咱少年的。哎，咱少年得到2分咯。嘛是真高。好，来。这边新会开的咧，新会开得到3分，所以摕到5000咯。好，咱继续甲拼落去哦。好，进来去咱第2回合，手搭定高机。手搭定高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定高机，嘿，全国朋友来出题咯！哦，全国朋友来出题，全国朋友是士农工商拢来哦。无错，甚至外国朋友吼，伊只要有想到特别特殊的，拢会使摕来阮节目吼，啊问大家，所以欢迎大家来出题。好，不要紧来哦。好来，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姚英雄教授哈，我伫师大。台湾语文学系退休，咱即摆来念一首苏轼做的有关中秋的作品。仅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仙关。请问仙关是啥物物件？上尾咱个讲一摆。请问仙关是啥物咧？哦。仙关是啥物咧？请抢答。好来，下回答。陈老师。月牛。月牛。月牛。是不是月牛？我唔知，我问老师，你的答案确定是月牛哦。好来，老师是不是月牛？哎呦，是，哎，这无简单呢。所以来。哎，恭喜哦，恁这队得了1分咯。好来，咱来听老师来解说。啊，咱天顶干那一个月牛啦吼。对对对。啊，月牛拿出来是当然时间看到不一定同款，但是不管你伫倒位，看到拢是同迄粒月牛。对啊。哦，所以咱这首诗的意思是咧讲，你甲你心爱的人虽然不一定伫同一个所在，但是会当同款看到天顶迄粒月牛。哦。啊，你叫做千里共仙关。共仙关。哦，真好听哦，拄啊，迄种歌词呢。啊，因为这个水调，真好听。水调歌头，水调歌头，这个词是先写出来，尾啊才甲谱曲，尾啊王菲才来唱。是，所以讲嘛，甲大家讲仙关就是月牛啦。是，咱个学着啊，哦，厉害厉害。好，不要紧，咱个继续加油，恭喜你。好来，咱即摆今日换人。啊，咱这边搁加油，好看空啊拼来拼去无？对对，这摆1分啊。好，来，加油，要开始哦。好，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阿峰先生，阿峰老师。我有伫网络面顶用台语来教数学。今日我来出题目，这条嘛同款，理路的问题足简单。好，阿兄3年前24岁，阿兄搁前小弟6岁。请问6年前的时阵，小弟
几岁咧？阿兄3年前24岁，阿兄加小弟6岁，请问6年前小弟几岁？是，好来准备好哦，请手等。哎呦，阿姨来了。来15岁。 15岁，安怎算的？安怎算的？因为按照伊安尼来讲啊，阿兄3年前24岁，24岁，哈，阿兄加小弟6岁，小弟6岁，你安尼加减减安尼。哦，加减减，袂歹哦。啊，这种物件，阿姨普通是啥物职业无？家有道理。阿姨平常时你咧厝的管小，哎，换厝内啊，毋是我平常时伫厝内的时阵，会甲阮厝内的后生，哈，因为我生上生啊嘛。哦。啊，因咧厝的算盘。哦，算盘。嘿，啊，伊会算阮心的心算，用心去算。啊，所以就是定定就讲，啊，你若表现甲真好的时阵，妈妈就互你一个爱心哦，哦，一个爱心，啊，就2+3，啊，伊就讲开始算，是，好来，老师是不是15？哦，厉害！江山的妈妈真熬，好来分数。恭喜哦，咱这边嘛得了1分啦！哦，来，咱来看老师安怎算。来，老师。哦，伊即摆讲3年前24岁对吧？啊，伊摆要问6年前，咱先去算6年前，佮减3岁就21岁对吧？对。啊，伊讲这个阿兄大小弟6岁嘛，对。啊，所以2佮减6就变做15啊。谢谢老师。谢谢。哦，恭喜！咱个加油哦，白手哦。好，来，咱今日换人。好，来第3位啊哦，是阿嬷，你有紧张无？加减，我来讲哦，这是阮的新的单元，嘿，啊，希望你会当佚佗甲真欢喜，嘿嘿嘿嘿，好，不要紧，唔知3岁咱试看嘛，就知影嘛吼。好，来，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阿峰先生，阿峰老师，我伫网络面顶用台语来教数学。啊，今仔日我要来出题目，好，啊，这条题目就是讲，有一天啊，我着头奖着遐尔侪钱，哦，啊，到底有偌侪钱的？大家来算看卖哦。好，开始吼，5、10、100、1000、万、10万、100万、1000万、亿、10亿、100亿。1000亿，哇！遐尔侪钱，好啊！请问大家，这里的台语要安怎讲呢？哇！哦，了解，谢谢洪老师。好，来，上回咱搁讲一个，好，来问一个，来，请问清液了迄个单位走，台语安怎念呢？是，好来，放手讲好，来，请手答。哦，来，我上讨厌人讲袂出，因为无说好数学。嘿，咱个问者，来，你的答案是挑，较定哦，确定。好，来，老师是不是挑？阿嬷机会来啊！阿嬷七姐。哦，调，好，调来，老师是不是音？要搁互伊念一调，是调，还搁改无？要改无？调，是调，确定啊吼？确定哦，好来调，对不对？因为平常时啊，咱唔捌安尼算过字。对啦，咱无所以讲哦，咱嘛唔知啦，不要紧，分数先哦，阿嬷。嘿，恭喜阿嬷得了1分哦。来，咱问老师是安那一调咧来？嘿，这个字要念调才对啦吼。啊，咱这少年伊念挑吼，伊是声母唔对去啦。哦，阿嬷开始念的是念调，嘛是唔对的啦，是调才对啦。这个字咱伫其他所在有用哦。咱讲好结调，捌听过无？迄就是这个字啦。哎，结调，啊是讲歹结调。哦，不管是好结调、歹结调，拢是字拢是调。咱嘛有另外一讲话叫做调头，你调头无好，哦，就是讲看起来感觉讲会有歹运的代志发生。
安尼讲调头，啊，就讲好结调就是讲好代志要发生啊。对，就是调，这个是正确音就是调在调。是好，谢谢老师。哎，无对啊，吼，以后若是讲吼要念台词啊啥，这是调。我来趁这些钱，我要安尼念。一定要一定看得到的啦。嘿。好，来，咱今日换人。是，好，来，我要出题啊哦，来，咱请出题。大家好，我是徐新建医师。吼，那今麦是 COVID-19 蔓延的时阵，吼，咱爱安怎来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咧？吼，啊，什么时阵开始发烧咧？请问咱用耳温枪来量是几度较算发烧咧？请问耳温枪量几度算发烧咧？来，咱请唱答。哎呦，来37.5。37.5，确定。这就是无囡仔的关系。对。好，确定哦，37.5。敢袂使改？啊袂确定3倍好不？3倍。来，老师是毋3倍？哎呦，可以改一个对安尼，我话袂歹。来，分数。恭喜哦，咱这边嘛得了2分咯。好，来，咱来问这老师吼，来老师。咱量温度呐，量体内温度，像咱量耳孔，啊小囡仔吼，有时会用迄个粪口啦吼，就是咱大便迄个所在去量温度的时候，拢爱算38度才有算发烧啦。啊，若量头壳吼，下头吼，就像伊拄则讲的37.5啦。对啦。啊，你若过人骹吼，迄个温度量出来37度就算发烧啊啦。哦。所以无共款的所在量出来发烧的温度是无共款的。好啊，即嘛2啊咧。哎呦，真刺激！哎呦，刺激！上尾啊一题要来啊哦。好，咱今日换人。哦，好来，关键来啊哦。2位队长应该是无问题啦。1万哦，1万哦。哎，这压力足大呢。对啊。哎，最后一题。1万块尔，压力啥那？1万块尔，我1个月才看1万块啊。阿妈，你还说多多包涵。万一若输的时，你唔通讲。歹势啦吼，我送你我表演的票啦哦。一张8吧。即嘛是选议员啊，连哎，拜托。即嘛做队长歹做啦。即嘛个回算。是，好来，手放在另一点。准备出题啊。市中哦。好，啊手爱紧哦，请手答带当市哦。好，来，咱请出题。嗨，大家好，我是第2阿兰。我今日在是讲桂鱼，伫阮这庄卡，这无叫乌桂鱼哦，有恁叫，这叫做什么名呢？好，来，咱请唱答。一般是讲好烧啊啦，好烧啊，海蜇啦，真好哦。好来，老师是。吴国语，咱常常食，唔过你敢知伊的台语爱安怎讲咧？伫个阮嘉义东石这个所在，哇，吴国语无号做吴国语，叫做什么名咧？是，好来，咱请唱答。咱请唱答。来，试看卖。我感觉应该我知影，这是唔是？吴国语，吴国语。差不多。差不多。我是捌听过讲，我只有讲袂使问阿嬷对无？对，袂使问。安尼是袂使。唔嘛。我敢若甲我知影，一般是讲好烧啊啦。好烧啊。是。对啊。我问老师啊无？好，来，老师是唔是好烧啊？伊即摆讲的是东石遐个讲，所以咱来照伊遐个讲法。对。所以福寿啊是可以，但是福寿有人讲，但是是这个东石遐好，不要紧，所以讲平的，你有机会啊啦。不是啊，我头拄安尼丢图安尼，就应该是真明显啊，阮两个拢唔知影答案。所以讲真歹有。我是好奇讲阿嬷是真正知。家己敢咪讲叫做300年啊？无可能啦！你莫甲怪哦。你过去讲海底啊？不要紧啦，你咱咧无咱有个提一下，就是他提啥会无？伊的马啊，迄2字号做鸡啦，鸡啦。后壁袂使讲，后壁。一拉鱼要带某，古代呀拍落鼓，咧咧哆啦哆咧。我试看卖啦。来，我来。
海节啦。真好，海节啦。对啊，因为这个五价鱼啊内底，哎，五价鱼兼水加水拢可以。哦，对，拢会当吃，拢会当活。海节啦，是海节啦。确定就好，是不是？确定哦。确定啊，其实无确定，买当确定嘛。无定就真正有影叫海节啦。哎，我就算玩东西。因为我是嘉义东石遐人讲的，咱也唔知影，嘿，在地讲。好来，老师是海节啦。哎，嘛唔对哦。南洋节啦，南洋啦，南洋啦，南部迄南。南洋节啦，好来，老师解释。因为这个鱼啊吼，是对咱较早有两个咱台湾人吼，去伫新加坡，对遐讲引进的，其实是讲偷摕因的鱼仔仔来咱台湾培养出来。因为这个新加坡咱台湾人过去拢叫做南洋啦，是，所以对南洋来，伊的鱼仔形甲咱的即仔鱼小可共款，是讲咱的即仔鱼较细尾，伊较大尾，所以咱就家叫做南洋即啦。嘛有人叫做南洋台啊。台啊，我伊即个答案爱讲南洋节啦，因为伊讲伊要讲在地讲法，咱就照在地因讲南洋节啦。是，好，谢谢老师。以前吼，这种南洋节啦吼，我来讲吼，伫咱台湾吼，无人要爱。哇，溪边嘛有啊，拢无人要爱。计偌尾啊，人即摆伫家己东石遐吼，拢是用迄落啊机器去饲的。哇，饲甲偌好，拢通啊外销去日本呢。肉足好食，肉足好食，拢无迄个土味。现在都台湾雕啦，雕啦，但是嘛无人安尼讲的吼，台湾雕敢有人安尼讲？有啦有，即摆学着啊啦，甚至会使做沙西米，对啊，台湾雕。要紧啊，即摆两分拢平均啊。哪分这无赢，因为有北部的讲。来，我跟你讲，我安尼摕着一万见笑，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哦，要见笑，咱大家同齐见笑。唔知啊，对不对？是我来讲，即摆嘛要摕，就是互恁两边拢摕啊。对啊，哎呦，白酒，哇，你看，阮什么节目，阮制作人是啥人？大吉他就是大吉他，大气，奖金甲加落，一边拢加1万。好，来嘉伟，咱来看一下分数好不好？来，咱这边2分的是，即摆爱台湾吼，虽然得到2分，但是因为摕到1万，所以即摆目前是1万咯。那咱的心花开咧？心花开，因为顶一回合摕到5000，所以拢总加起来15000。加5000啦！好，进来去咱的第3回合无？进来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斗阵拼输赢。来哦，冲哦！今嘛差5000了。拄啊，听到迄音乐就。敢若亲像要震起来啊！吼，即马差这5000尔吼。好，来，咱即摆问的2队的队长，恁有啥物计划无？唯一的计划就是讲，袂当搁让啊，袂当搁让啊。那咱这边就应该想较济啊。咱这边是上有伦理的一队，是，阮一切拢以阿嬷为主。阿嬷为主啦。阿嬷若讲个答案，若确定的，阮就拢对阿嬷去。阿嬷若唔知影。阮都问妈妈，是，妈妈若唔知影，阮就搁问阿姨。阿姨若唔知影，咱就搁问。对。拢唔知影，是，就一人饲一个。嘛，这嘛是一种迄落啊计划哦，非常的骗对不？有当时会讲骗着哦。好，是毋是会骗着？我唔知影，咱即马就来哦。来准备啊！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伫咧民间的风俗内底，有时阵吼会互囡仔去认新名做客爸客母？请问是啥物原因？恁敢知 ？A. 会使替爸母带财 ；B. 希望囡仔以后健康好摇饲 ；C. 培养以后会使做咱的基薪当机啊！吼。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请开始。来是 A。哦，替爸母带财，嘿，也是讲 B， 会使健康好摇饲。啊，若是讲 C， 以后做基薪做当机，是，嘛是替心理服务啦。吼 ，A、B、C 来拢5秒，4、3、2、1，时间到。好，来，时间到，停。哇，这真团结呢，吼。是，不要紧，我来问一下，嘿。阮小妹就有好，做客爸，做客母，领到一尊新名。
很天上帝。哦，很天上这帝。大。阿嬷，你嘛选 B 是安怎？是好药吃吗？互囡仔健康好药吃吗？头较定哈，头壳顶，定啦，较定较好好药。安尼看起来吼，其实大家拢有经验。恁这边对阿嬷行嘛对啊，对无？但这拢对阿嬷行。拢对阿嬷行嘛，敢不对啊？不过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啥呢？我嘛唔知影。咱来看一下无？正确的答案是。B， 就是 B 啦。哦，真高真高！你甲看5个拢留着，这边嘛5个拢嘛甲留着，就心花开啊啦吼。好来，咱来请老师来解说哦。来，老师。过去哦，因为医学较无遐发达啦吼，病院较无遐济啦吼，啊囡仔有时破病就会无去啦。啊，所以老爸老母拢惊讲囡仔饲袂起来吼。啊，迄当阵的人就是会去拜拜嘛吼，爱去。求神明讲认我这个囡仔做客囝，啊像我若有神明做伊的客爸客母，安尼囡仔就会较安全，较好药饲，较袂破病，较袂安怎。所以以前的人拢会安尼做。即马这个风俗当然也有，但是慢慢已经无像以前遐尼死行，就是讲。即摆囡仔若艰苦，要互医生看，足简单的啦。吼，甲以前无共款啦，所以即摆就较无人安尼做啊。是。好，谢谢老师。这是咱人的一个信用啦。对啦。系啊，像遐囡仔若要好药吃，咱就来去互神明看者吼。哦，互伊做客囝呢，迄是以前。啊，即摆咱就要紧去看医生哦。即摆大部分拢是连医生做客爸啦。较简单啦，还较好呀啦。好，来，咱即摆分数拢有安尼。拢对，两边拢5个啦。吼，啊麻烦甲我试一下。后一题，来，好，来，试着哦，准备后一题来，要准备啊哦。好，来，咱上个请出题。请问，咱会用石磨仔心来形容什么款的人呢 ？A， 足有耐心的 ；B， 就是唔惊吃苦；C， 伊的处境真为难，真艰难呐。你有10秒的时间，来开始。哦，石磨仔心哦，是什么款的人？石磨仔心应该大家拢听过哦。石磨仔心是有耐心呢，还是唔惊吃苦呢？还是伊的处境真为难呢？是哦，来哦，通啊讨论哦。嘿嘿嘿。啊，若有答案就通啊试啊哦。紧试哦，紧试哦。嘿。搁剩5秒的时间。这捌听过啦，石磨仔心嘛。5、4、3、2、1，加起来。哦，来。来。咱来看一下吼，这边嘛是 C， 这边嘛 C， 啊这边嘛是 C， 而且我到底两边拢是 C 哈。我姊我有发现一件代志，这边阿嬷饲较慢，不爱互因地。阿嬷较慢才饲，你有注意到无？咱这少年人拢遮认真去看阿嬷。无，你有注意到？我拄则是安尼饲，所以讲一直调。哦，你嘛是诶，做迄个。是混淆视听的对啊。哦，所以讲你会感觉阿嬷会看你的。无，我是惊讲洪哥会看我的。好，来拢真好。拢是 C 啦。无唔对，拢是 C 啦。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唔是 C 哦？吼，来，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 C。笑嘻嘻，是来拢有分数哦。好，来咱听老师解说。咱过去若要做粿吼，爱下米嘛吼，甲米下做米浆嘛吼，爱石磨啊吼，就是有2块石头，一块伫面，一块顶面，嘿，啊，安尼咧磨迄个内面的米嘛吼，啊，这个石磨啊，心就讲夹伫中去用磨迄个物件啦，啊，就讲伫遐咧食苦迄个，就讲迄个伊的处境真困难的，哦，咱定咧讲就讲，这个啊老母吼。甲即个新妇咧冤家时吼，啊因后生吼，就是人讲的做石磨仔心啦，伊伫中间唔知道为什么人较好啊？对啊，就是讲阿姨咧做石磨仔心嘛咧。哇，真正，要安怎？啊，咱两边。要紧啊，咱讲几多题啊？咱讲2题咧。我都唔信拢遮熬。来，各位请甲我试后一题，来。拢取消哦。请。我要搁出题啊！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的马祖吼有无共款的面色？有迄个乌面马啦、金面马，啊乌面马是上多。恁敢知影乌面马是由来是啥物咧 ？A 伊是用乌檀木制作的金身 ，B 伊代表是分身 ，C 就是互伊讲伊有真香的香火吼，去个熏甲乌去。
哦。伊是一个查某人，啊伊去火烧，烧甲变乌的，所以伊的面才是乌的。妈祖顶悬啊，伊迄个面啊是乌乌，啊当做讲伊是迄个香火哈去熏甲熏乌的。其实伊是用迄个乌淡薄茶做的。正确的答案是。我唔敢看。一沓1000金输赢就咧乌面妈祖的由来，到底什么人会赢呢？来，恁有10秒的时间，请开始。哦，10秒了。乌面妈为什么是乌面呢？是用什么话？用。是因为用迄个乌大木来做金身，嘿，还是讲伊本来就是有分身，对分身，哦，还是死，去用真香的香火熏甲乌去的啊！来哦，剩5秒，来哦，3、2、1，请起蛋，好，够可怜哦。这届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唔是我死，就是你亡。唔是伊死，阿姊，万不离答，若是 B， 就是全部亡啦。啊，不要紧，啊，你咱嘛是爱来问者。来，先去话。阮遮有人你谁若感觉是 A 咧？因为阮学校有教民俗，哦，啊，阮是台语系嘛，啊，阮有教民俗，啊，阮的老师林慕贤教授，我记你唱名，我记你有讲一句话，毋过我惊我唔对。我记你讲来听看卖啦。讲啥话？我记得伊讲迄个，大家拢当做讲迄个妈祖吼，妈祖顶悬啊，伊迄个面啊是乌乌，啊当做讲伊是迄个香火哈去熏甲熏乌的，其实伊是用迄个乌淡薄茶做的。哦。啊，其实我嘛无确定到底是好，无要紧先。是安尼啦。是莫甲教授的名讲出来。教授的名讲出来。所以即摆意思是等一个教授的名甲逼掉遐。教授了解。了解，啊，毋过吼，我感觉因真奇怪，因那不爱分，分山同样对吧？嘿，啊，拢 A，啊，若要安那，咱就同齐呢。对啊，好，不要紧，啊，咱这边咱就爱问一个。来这边我问一个啊。哎呦，妈妈。好啦，问妈妈呀。阿妈有讲啦，阿妈讲的话啦，阿妈哦，古早时代时阵哦。讲阿嬷安怎讲？专心嘞，这拄我讲我是会记得妈祖伊的故事是伊是一个查某人，啊伊去火烧，烧甲变乌的，所以伊的面才是乌的。啊后来咱若是出海行船，拢会甲妈祖放伫个船顶。是，我会记是安尼，所以我才选是。是哦，嘛是讲起来拢真有道理啦。因为神明这种物件，大家拢尊敬，所以讲拢真有道理吼。啊，毋过真正有影是 C 还是 A 咧？我嘛唔知。是 B 咧。啊，这两队就足坚持的，拢无要分开迄个风险。好，来，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我唔敢看。我唔敢看。答案是 C。5个拢留落来了。要紧啦，有当时啊吼，咱若无摕到奖的时阵吼，咱嘛真济吼，敢免想要讲。来，咱队长安怎讲？唔是啦，我是完全相信伊的讲法。啊，也毋过有可能伊上课时拢咧耍游戏啦，耍游戏，无看清楚，无听清楚啊。你讲一遍，迄教授叫啥名？你讲无介重要，无介重要。你讲教授无重要？唔是啦，我无重要。你无重要。无啦，伊即马无收伊的课啊啦。对啦。这样真是少年的啦。对啦，莫搁搞为难。听老师解说就知影。对。好，来老师。乌面妈当然有另外一种解说，就讲因为伊要救人吼，所以伊的面是乌的啦吼。是。啊，但是其实咱台湾多数的这个神明吼，拢有人甲烧香嘛。对。啊，逐工咧甲烧香，逐工咧烧香哦，烧久哦，烟甲熏面哦，都拢乌起来，所以唔那敢若乌面妈祖尔，咱嘛捌听过乌面祖师公。所以遐神像哦，真济拢会叫香烟甲熏到乌去，尤其伊。香火若真旺的时候，逐工有足侪人伫遐咧烧香的时候，佫较紧乌去。好，来，咱来看咱这边新火几个分数。哎呦，恭喜恁5个拢留落来5比0啦吼！所以恁就得到这个关卡，这回也袂2万哦。嘿，拢中奖。
加起来吼，目前为止咱少年的这边是1万，哎，嘛是真好哦。咱这边心花开有3万5，真好，3万5，敢会当摕倒转去？哦哟，来知影咧。后一回合才知影。无唔对，今日去咱的摕奖金游台湾。摕奖金游台湾，拢总有5组题目，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只要30秒以内，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摕奖金游台湾。哎，是要安怎个游台湾呢？哦，咱这回合吼，会提供2张相片，好你看了后，这个特色是代表台湾的什么县市、什么县迄个乡镇，啊是讲出来2个所在，啊若讲对，就会使进行后一题，拢总5题。5题。啊，你回答的时候因3万5嘛，就35秒。啊，几秒？35秒。啊，不过安尼敢有够？阿嬷要落来几秒？咱制作单位搁送好不？搁送30秒。咱要开始啊！好，来，上个咱请出题。来看到夜市啊，大鸡排甲国立故宫博物院咧倒位？台北树林嘛，台北树林，台北树林，啊，这个后一，记来。好来，阿爸鸡甲廖天宫，倒位。调天宫啊，调天宫，敢若一个所在啊？中华吗？不是，搁较落去，中华搁落去。家己。加起来。滚你倒位。啊，这个过来。土豆汤甲大猪啊！哎，他做迄个通凉潭，哎，就正确，过来。这个凉潭，过来。来，转。哎，南天宫的金马做甲冷泉。宜兰倒位。头城。不是头城，搁较落去。宜兰上下卡。收。这个过来。冷泉说。这拿过来应该大家来，咱徛过来。好，来，咱加一排，来，咱徛好哦。有啦，无遐尔啊困难啦，大家看到会紧张尔啦。吼，啊，不过拄啊有的念法可能有略啊简答者吼。来问老师吼，来老师。这应该拢无讲太困难啦吼。大鸡排嘛，鸡排，真有名啦吼啊，迄个。故宫博物院嘛是伫个即个树林啦，所以这就是台北的树林区啦。对，好，啊这阿妈溪甲朝天宫哦，这云林的即个北港嘛，北港妈祖庙嘛，当年拢足老者哦，伊妈祖生的时，真好食呢，好食。嘿，啊这就是土豆汤，这桃园的这个龙潭哦，这土豆汤最有名的啦。是，来老师，我甲你问一下吼，咱的土甲迄土，因为咱平常时拢会写土嘛，伊是毋是是这土？对，吼，对，这是咱台语的正字。对啦，嘿，以后要写这土豆汤，不是土豆汤。你俩写一字变做土豆汤啦，咱讲这人足土的才写一字啦。对，讲代志拢土起来，就爱写一字啦。是，然后土甲土是不共款。是。好啊，这咱拄则因讲了正确啊，这就是伫个宜兰的这个所有啦，吼，所有冷泉是世界有名的啦。哦，因为这种物件是毋是逐位拢有的，温泉较济所在有，冷泉较少，是较遗憾。啊，过来高丽菜饭，这是中华宝岛啦，宝岛，所以你写字写做北斗，不过伊的在地地名哦，因在地人讲宝岛啦，宝岛，在地人拢讲宝岛。啊，伊本来就是叫做宝岛，是甲写字的是甲写做北斗，无甲写做宝岛。迄是因为宝岛是较早因北部族叫做女巫的艺术啦，北部族语叫做女巫的艺术，跟北岛共款，拢是迄个因北部族语的即个女巫的艺术。是，啊，你听起来敢若因应该徛这边个对。无啦，伊的教授有教这个物件。所以说，我甲你讲，你阁有希望，你阁通啊报名来，真有希望。好，真好，咱来看一下奖金好不好？我这，咱今嘛阁剩15秒，所以有15000块啦。恭喜阿嬷，咱要今日去摕奖金嘛？好，来今日去颁奖。好，颁奖，来，奖金15000块啦。阿嬷你话，哦，这老爸饭盒买几若百碗。拄啊，我拄啊，有一个台湾叫做
字斗一字。哦，啊，若是咱要练习的时阵，我甲恁讲哦，我有一个哦 APP， 嘿，啊，你等下去迄落啊吼，甲登录。嘿，迄个 app 做咱专家有智慧。是。啊，你即摆免钱啊，你甲登录了吼，内底都有咱读多的单元，4字斗一字，在你算，在你学甲你会晓分数足悬的，到时阵就来请来节目内底同齐算哦。嘿，就欢迎恁来报名参加啦吼。今日咱嘛是爱谢谢咱的郭老师哦。是，感谢咱的罗光成罗老师，辛苦罗咱喽。